心心念念去金門環島一轉，終於和三哥結伴完成啦！喺天水圍搭巴士去深圳灣口岸，再坐地鐵去呢個深圳北站，搭乘高鐵，3個多小時嘅車程，轉眼就到咗廈門啦。我哋打車去呢個碼頭攞船飛，半個小時嘅行程就到咗金門啦。從碼頭踩單車去酒店，去到已經係黑黑地啦。我哋安頓好之後出去揾啲嘢食，咁就過咗一晚啦。第二朝食個早餐之後，就正式開始我哋環島嘅行程啦。喺金門隨處可以見到呢個風獅爺。金門建築其實都幾有特色嘅，我哋參觀咗好多唔同嘅建設。踩一腳就會開始噴水㗎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出色嘅餐廳，環境幾好㗎。地藏菩薩係我個接引菩薩嚟㗎。釋迦牟尼佛成道後，初轉法輪度五比丘。水鴨啊，頭先已見咗好多噶啦，即刻一行埋啲咧，佢就好似而家咁樣飛咯，即刻驚人咯。你拍好啊，send 俾我老婆睇。啊，你睇下。廣播場仲有播放嘅大播鄧麗君嘅歌曲咯。喺金門咁多日，去到小金門先見到媽祖。呢個風獅爺造型好可愛啊！呢間素食自助餐都幾豐富，質素唔錯啊！
晚上吃旋轉火鍋。步行街兩旁嘅古建築物好有特色，拍照一流，打卡正啊！由於三哥有啲事要返香港，剩低嘅行程就我自己繼續啦。鼎澳仔貓街一個細細嘅地方，好多鋪頭嘅牆上或者門口都有貓嘅畫像或者擺設，打卡拍照好好啊！離開廈門後，去咗隔離一個高鐵站嘅漳州，第一個地點就係漳州古城。漳州古城唔算好大，但係夜晚氣氛都唔錯。片仔癀甘蔗汁，好大陣青草味。食過早餐之後，我執拾行李，再踩去呢個運動岩參觀啦。一線天。真係好窄㗎，我都要打側個身啊！心口、背脊好窄㗎。參觀完運動岩之後，已經錯過咗食飯時間啦。喺附近揾到間咖啡，食咗啲嘢，補充下體力，咁就繼續行程啦。喺高德地圖見到一條代尾古村。環境應該都幾靚嘅，就特登踩單車過去睇下啦。參觀咗個 round 之後，已經夜啦，咁我就喺附近揾間酒店住一晚，第二朝再過去參觀。參觀完之後，個行程就基本上係結束啦。我哋再踩返去高鐵站，就返香港啦。